好，跟住做呢題啦。咁咧，我哋要將佢分做兩部分啦，前邊一個 inequality，後邊一個 inequality 咁樣嘅。好，4y 加1細過 5y 減3，將有 y 嘅調去一邊，4減5負1啦，跟住-3減1就-4，兩邊一齊除負號，所以會大過4。好啦，呢一個咧其實中間係個 n 嚟嘅。OK， 好。5y 減3細過等於8y 減9，一樣由 y 嘅搬去一邊就-3y 啦，冇 y 嘅搬去另外一邊就-6，所以 y 咧係大過等於2。好啦，又要大過4，又要大過等於2，呢個係 n 嚟嘅喎，同時發生嘅。好，可以畫翻個數先，大於大過等於，咁重疊嘅地方係呢度啊，調轉咗。呢邊係大於，呢邊先係大過等於。好，咁所以咧答案就係大過4嘅。